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今晡日福氣，我帶大家來去來聊聊呢。雖然講今晡日天時涼涼，不過假使講到一個地方，一年四季嘅天時都像春天咁樣，大家會面到哪呢？冇錯，就是我哋屏東嘅墾丁啦。講到墾丁，大家一定想到可以去個搞水啦、搞啥嘅。不過除咗以外，墾丁還有乜嘅好料呢？冇錯，墾丁有一個千里海嘅國家森林遊樂區哦，唔知大家有去過冇？開放到更加有千多年呢，地方有千強嘅風景同千里海嘅生態。不過談到講，佢為了要提升有更好嘅服務品質，談講要開始裝修嘅呢。裝修之後會有樣板嘅風貌呢。今晡日我哋特別邀請到管理單位屏東林管處來好好同大家紹介一下哦。馬上來邀請我哋屏東林管處嘅邱學斌阿斌。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安道邱學斌。目前對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娛樂科服務。歡迎阿斌來到節目地邊，談到我哋林務局，還有好負責一個墾丁森林遊樂區，哇！等下一定好好同請教一下。不過睇下之前我先請教一下阿斌哦。咱底下講林管處其實佢有個業務生態哦，包山還有包海哦，咁麼？唔睇娛樂區地邊我哋業務主要係負責乜嘅呀？長名啊，吼，就第個。森林的娛樂，育跟樂，育就是保育哦，唔係教育啊，教育保育，比如說野生動物的保育，好樂就是遊樂，遊樂就是負責一些遊樂區啦，國家森林遊樂區，還有一些林後像平地森林園區的一些業務，對。哦，嗰時候唔哋地邊業務做到好嘅，天上比嘅。睇下係，唔會同嘅，全部係我哋地邊業務都有照顧到都錯嘅，要保護，照顧，甚至係教育推廣一條。最面呢還有娛樂嘛，就是講帶大家來去聊聊的意思嘛。對，除了澳洲還有環境教育。哦，環境教育。自然體驗。哦，安尼談好人要不請無限的吼？歸無限啦。歸無限平時就應該上班談好人應該。談風來啦，人一般的人談講安尼講，你係咪出去去上山下海啊？那到處去跑安尼啊？係，安尼林務局嘅業務最主要都係出去山當過，比如講要巡山啦，要去攀法通啦，要去間接觸安尼山友啦、民眾安尼，所以講業務歸來然後都要做內部嘅業務安尼，所以講。包山包海，對。你這個做乜嘅會想到因為有個林管處入邊工作咧，做一個林務局嘅工作。我係從大學讀屏科大森林系，屏東科技大學，然後我係讀對一系嘅讀書體嘅畢業嘅研究所嘛，讀森林系，然後讀嘅都靠公家機關，然後安尼咧欣賞，如果能讀森林系，係冇靠公家，之類嘅，馬唔地要做乜嘅，所以我其他加上我對。森林的一個認識，還有了解，還有對它的喜愛，所以我都考也好嘅，都考上安尼。哎呀，唔會差，因為你這個本身嘅興趣對一個森林啊，對生態環境，其實有現代興趣，嗰時候當然讀一個課呢，咁啊，然後喺工作嚟先一個，要讀下學以致用嘛，咁啊，我哋國家嘅墾丁嘅森林遊樂區啊，頭都談到講，還有講咧，我哋林後是平地森林遊樂區嘛，要兩個園區，佢有個特色係乜嘅呀？有乜嘅冇共用嘛？咁乜嘅我哋屏東會有兩個兩個遊樂區咧？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跟林後森林有乜嘅唔一樣？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它最主要都係個對伊現在算安尼夠自然嘅，夠原始嘅。然後林後是平地森林遊樂區，以前還在台糖嘅體內，然後安能蓋煮嚟用，然後為咗配合政府嘅政策講，對平地可以撥嗰度民眾，如果安尼潮州啦、高雄啦，還有屏東市一條鄰近嘅市民可以會容易親近嘅森林園區的感覺，它的定位夠像一般公園。平地的一個公園的性質，然後墾丁它就是也都夠像夠原始的，安能去山當狗的用生，差不多可以安尼算，安尼講。
但阿边仔小雞，我都啲嘢，佫可以分得出來。我想講，奇怪，用啥會有兩個無共用嘅元氣，原來其他嘅方向無共用啦吼。潮州嗰邊啲林後是零元氣，佢就像我哋青態嘅公園，拄好我哋市區啦、高雄、屏東一條都市多嘅人，各方面可以來體驗吼，我哋自然環境，唔是遠大老遠去走去墾丁去，不過真係要體驗講原始嘅環境，行喺我走啲我哋墾丁森林遊樂區嘛吼。冇唔錯。不過墾丁森林遊樂區開放都更加，我記得係限細時節咯。記錄開放嘅都有去過嘅，我去過幾擺。佢到底係乜嘅時節開放嘅啊？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現在1906年日本人開始對一些嘅管台灣嘅時節，現在一個熱帶森林植物園。各位後來呢，都台灣省政府接手之後，現在本林試所恆春研究中心做熱帶研究植物園，它是屬於研究性質的。然後政府呢，為到講除了學術單位做研究之外，嘛想講推廣本國人有嚟了嘅地方，因為個地方嘅地質地貌個特殊，所以講伊都從民國58年都把它變成國家森林遊樂區，從民國58年都開始嘅。係啊，58年都開始，難怪我對韓細時對佢都有印象嘅。不過頭頭談阿邊仔小雞啦吼，地北其實我哋墾丁嘅森林遊樂區地北，前面有講到第一講地北有真豐富嘅生態，頭頭有講到有真特殊嘅地質風貌，係咪？可以同大家再詳細嚟小雞一下講地北到底有乜嘅特別嘅地方，好冇？將墾丁入邊有嘅吼，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有個地方，其實50萬年前，本身係對海帶，所以講第一講有人對墾丁了第一講可以想象成對海帶漫遊的感覺。50萬年前，對係在海帶地方，過後來呢，因為板塊嘅運動，然後運動亦都隆起來，浮出來嘅。所以講地北最特殊嘅地形都珊瑚礁地形，所以講係在全台灣唯一最完整的一個珊瑚礁的地形的森林遊樂區。然後地北呢，除了珊瑚礁地形，地北還有石灰岩地形，比如講仙洞啊，或者銀龍洞啊這些景點。然後我特別來講仙洞啦，仙洞以地北也係石灰岩地形，石灰岩地形的周長呢，也係它是碳酸鈣，碳酸鈣呢，平常落雨嘅時間都到雨水跌下來，也會侵蝕它，然後就慢慢的就變成一個石灰岩洞穴，然後以全長有137公尺安長，目前係在台灣最長的一個鐘乳石的石灰岩地形的一個洞穴，然後就有很多仙洞，仙洞其實最主要地北會看到嗰度鐘乳石特殊的地形嘛，然後有的會人工看起來會像嫦娥奔月啦，有的會嘛看起來會像南極仙翁啦，還有太大佛的尼公安尼，所以講地北個仙氣飄渺安尼啊，所以講他趕緊都後來安尼都去仙洞，然後你去嘅時間除了一天你去過亮之外，然後又可以看到嗰度很仙氣，然後你個奇美嗰種鐘乳石的地形，然後自己你去嘅時間可以發揮這個想象力，去感受安尼。講到人客嗰度，人關注有統計過冇啦？都開放到更加，每年佢差唔多平均有1度嘅人客，你去到你嘅墾丁嘅森林遊樂區啊？從一開始開放記得係小學嘅時間，然後北埔下來嘅一天可以去墾丁了。係啊，然後畢業旅行啦，做埋嘅一天可以去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所以講從以前開放100萬一年有差唔多200萬。哇！各位都近也記下呢，因為尤其遊樂形態嘅改變，過慢慢的平均一年嘅遊客量差唔多都15萬到20萬安尼。
目前也论几下年啦。平均来讲，再加上最近2年的疫情的影响吼，又过少一些。不过对于俺哋人来讲啦，当然希望讲吼，主管单位就像越多人来认识一个地方越好嘛。不过肯定佢按特殊的生态同环境来讲，有按多人要去咁好吗？其實肯定一個地方吼，應該一個遊樂區唔係講人個度都好，應該要發展成一個具有生態教育，還有生態旅遊方面，小而美一種安尼。唔好聽講一定要從個個人因素啦，不過所以講一個環境按個特殊嘅環境吼，嘛唔適合個多人山人海安尼佔嘅地步，安尼以及安尼品質嘛唔好。係啊，所以講一個特殊地質安尼，因為本身伊嘛係自然保留區，高位珊瑚礁自然保留區，所以講安尼目前都朝向講提供一個優質的一個環境。阿邊頭頭談到唔少嘅講，唔能睇下昆田森林遊樂區特別係要推廣一個生態理念，係唔能自家在推動嘛，還係要同其他一種地方上嘅社區啦，又係其他嘅單位合作咧。安尼當然見咧遊樂吼，出去按生態旅遊吼，絕對唔係按呢一家公部門單打獨鬥。係啊，一定要結合社區附近嘅社區，按呢公司差嘛。除了旅遊之外，有錢一定要大家周邊社區居民去照顧好嘛，有錢一定要大家共下差。所以講，安尼我有一個策略聯盟，策略聯盟呢，如果安尼喺有興趣嘅優質嘅一個店家，可以來跟安尼林管處申請，講一個加入安尼策略聯盟。安尼我有一個審核嘅機制，比如講一個店家唔會查，安尼審核通過嘅，亦都加入安尼策略聯盟。都是即以帶人嘅人客，比如講黑人人客，也係對佢食東西帶入來人客，安尼有提供伊優惠，門票上的優惠，還是各方面活動上的優惠，安尼都有一個策略聯盟。比如講最特別的，如果有咧社頂部落啦，社頂部落已經今年有簽約的契約，以安布頭可以帶人客。入來安尼也是咧，遊樂區地方做夜觀，觀察夜間的生態。然後比如另外呢，還有水窪區部落也提供他們的風味餐。比如安尼拍飯通嘅時節，都會給當年的風味餐，本遊客來做一個去安美食上的體驗。大家談到一片係咪對嗰啲國家森林遊樂區又昆田一個地方有更加了解呢？唔怕休息一下，4V3等下見到精彩內容，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咯。肯定國家森林遊樂區，你看佢有個範圍按太寬，條條阿邊林管處同人小嘅按到，不過地方還有哪條精彩地方呢？繼續來請教阿邊吧。阿邊，條條小嘅講有珊瑚啦，有天然嘅生態嗰度，遊樂區地方還有哪條特別嘅地方啊？目前肯定一個地方，伊總共有分3期，3期，目前開放嘅有第1期跟第2期。第1期跟第2期加起來面積有75公頃。肯定一個地方呢，最主要講，像我頭先講嘅，伊係在50萬年前隆起來嘅高位珊瑚礁嘅一個地形。它裡邊有石灰岩，然後它最特殊的地質環境，比如講石灰岩地形、珊瑚礁地形，它對樹木的生長比較困難，夠艱難，所以樹嘅呢，而家對佢生長，人從對現場會看到會有人家講嘅樹抱石或石長樹，所以講會有一條個特殊嘅地理環境，他趕緊來看，我感覺個特別。我見一晚都來慢慢嚟跟他趕緊介紹講，第1期都得有乜嘅，從買門票入去開始都算第1期。第1期呢，入去看到嘅都會有遊客中心，遊客中心去年咧整理好，伊看起來個像一個洋樓，白色的建築物，然後整片就是很漂亮，然後裡邊呢有徵求1樓有餐飲服務，然後嘛有一個
垦丁的演变的一个历史介绍。二楼呢，二楼都有了海漂种子的一个介绍，一个展览。安尼游客中心呢，了下来，慢慢的安尼就可以行去仙洞，仙洞嘛对安尼的第一区。仙洞了下来呢，嘛可以去安尼游乐区附近的一个花蟹。花蟹那个地方吼，伊含在一个透明的一个温室。因为以底部一种的植物啊，就代表恒春还有兰屿，也它南部地区的一个特别的物种。各位花蟹那个地方吼，安尼今年代，各位观众可以期待，安尼我有一个方舟中的方舟展，安尼跟林试所恒春研究中心合作，共下会办一个稀有濒危植物方舟中的方舟展，也个计划含在用的，林试所吼也有一个国家方舟计划，也最主要就收集台湾稀有濒危的植物，收集的咯，像安尼南埔都遇到屏东科技太好，王志强高叔团队吼来收集那个濒危植物，收集的咯，伊就空的安尼林试所恒春研究中心的。安尼的地方，空的地方，安尼两个单位呢，安尼都因为讲，安尼空论的模本太简单，太可惜，所以安尼两个单位呢，安尼都想出来讲，今日就出我空的花蟹地方年代展览本，安尼各位观众、各位国人哈来看一个安尼稀有的植物啦。当然来讲，一般的。每年都会有银行年代啊，都肯定的一个地方森林游乐区，其最重要的讲都其一个特别的环境生态嘛。因为标准好，本其自然的生长一道，大家来看如何呀？怎么给人会慢到讲，人我来珍惜一下，来做某空的规划，起码给年人本能认识到，有一个需要啊。因为垦丁森林游乐区一个100年老店伊嘛算讲就将老屋的翻修嘛。虽然讲自然保留区，它是安尼的经营主旨，它是要维持一个低能量的一个设施。设施尽量目前也很流行的叫做减法原则，减法，尽量某必要的杀死该去除。所以讲安尼目前安尼都去盘整嘛。比如讲，嗰度是安尼的老建物设施过旧的，都见过旧的，所以安尼当然都会想办法该翻修，该符合比较现在的那个趋势，然后除了翻修之外，安尼嘛统整盘整讲，引起地方有乜嘅过度的，比如讲有些个步道不必要的步道，或者说佢哋有安尼解说牌，嘅。冇必要的，像安尼最主要都解说牌太多，所以讲安尼目前安尼如果不必要的设施，安尼要采取减法，尽量把拿来嚟，要保留最原始、最自然的生态。如果有必要的设施、一些建物，我们就朝着翻修。然后我们安尼嘛，请过多专家学者，还有设计专家。来鉴定，来看一条老建物，然后希望讲你来一个短中长期的计划，安尼可以慢慢的一步一步做，可以发展出符合垦丁一个定位的一个设施，还有一些它的地位这样子。嗰种人这个呀。林管处也偏政府单位意识到虽然讲咱的国家森林游乐区，其这个有本身有非常丰富的资源也唔系讲标准的无管理比如话有各好的经营方式啦，也甚至于讲会有人下过来，嗰种人想讲一段时间来偏化一下，不过一个偏化又冇像人哋其他游乐区咁样，人哋想去拆起来伊都拆起来去，本嘛嘅都本嘛嘅，也做唔得，因为佢最重要係佢一個自然環境嘛。環境按人繼續嚟問一下啦，你們想係乜嘅辦法嚟做一個新嘅經營呢？經驗嚟做嘅啦安尼經驗，比如講我有一個觀海路一個地方也對第一區跟第二區的交界。觀海路以前上去頂樓，它可以三面環海，
比如讲也看得到太平洋，可以看得到巴士海峡，还有台湾海峡。除了看海之外呢，也个伊可以看下去，可以看得到安尼的鹅銮鼻。系啊，还有台湾最南端的一个风景很漂亮。所以讲以前他今年一定要去观海路。规来讲吼，讲到安尼今年有做某个设施经营商观海路安尼今年开始要做翻修。比如讲六楼的地方，伊专门之前还在做服务民众做卖餐饮，我安尼要重新翻修，翻修迄个安尼可能会委外，标租出去，租出去，可能安尼让一个专业的经营团队进来进驻，对，然后可能会有一个更优质的服务，也个还在一项，另外一项呢，比如讲安尼肯定你要去个入口买票的地方我会发现讲，会安尼建物嗰度，还有停车场都够老旧。真是个牌楼嗰片嘛，你去嗰片，都老旧。各位，我看到人优秀片，你要去优秀片，我有的商店街，根本都荒废的一片。人家讲，俺去了一个地方了，俺看到的一个环境，你第一眼的印象是很重要的。第一眼的印象，你去迄个看到都唔多闹，当然都降低你去的意愿。所以讲，安尼今年嘛有一个入口意向的规划，我请安尼好的一些建筑设计团队，为了规划，你要么整合，跟不必要的设施拿掉，然后结合一个符合现代生态环境的一个设施。重新规划一个入口意向，把它包装好，然后再结合里面一些原始的高位珊瑚礁的梯形，安尼底部一些设施，比如讲他们讲的观海楼，还有花蟹，我有展览，还有仙人掌，有的温室，我陆续会翻修，蒋公行馆嘛会翻修，以内慢慢的就结合设施的变化，还有入口的包装，重新设计，然后设施提升，然后会有一个新的意象出来。本大家认识无平的国家森林游乐区，还有看到无平的风景的哟。哇，大家谈到一片，没有感受到我们屏东林管处对一个肯定国家森林游乐区的用心呢？你看，为到一本大家有更好的体验路的10批啦，佢就开始咧装修，请大家同来共用，继续来期待一下佢新的风貌吗？更多肯定国家森林游乐区的故事，我哋休息一下，继续同大家来分享哦。前面听的阿斌来小嘅讲，有个国家森林游乐区肯定伫第一期有哪条嘅特色同规划，不过还有第2期、第3期呢，有某个特别的地方呢，继续来请教阿斌吧。阿斌可以继续同人哋小嘅三下来第2、第3期有哪条嘅编法同规划啊？冇问题第一期主要含在嗰度建物、嗰度设施、人工嘅部分、人为嘅部分，人工嘅，接下來安尼嘅係叫做第2期跟第3期。第2期伊最主要行到觀海路伊隔壁我有個銀龍洞，銀龍洞都開始行下去，它開始都入去第2區。第2區呢，第2區它就是保留很原始的一個風貌，伊底部最主要就高位珊瑚礁的地形，然後高位珊瑚礁地形入去嘅，我會看到，比如講景點有乜嘅，有七緣崖、一線天，還有第一峽。然後一條景點，最主要都高位珊瑚礁主場，主場，你可以看得世界，伊底部有嗰度龍屬植物，比如講白龍、雀龍，白龍，我先講白龍好嘅，底部看得到嘛嘅，比如講你底部還有咧地方就垂龍谷步道，垂龍谷個特殊因為肯定一個地方地勢很淺薄，它是熱帶季風林。所以講，以土壤淺薄，因為常常下雨嘛，冇乜嘅奶，冇乜嘅奶。植物為了生長也都會開始長出它的支柱根，
气生根，还有板根。哦，板根最额外讲一下，板根比如讲银叶树，肯定伊个最最有名嘅就係銀葉板根。伊個板根吼睇，然後伊個板根嘅作用呢，亦都為到講，伊要抓地力，因為土壤過泡。然後伊嘛為到要避免爛根，因為潮濕多雨的地方，根系會容易爛，所以它就是往上生長，所以會有個板根。回來講到白龍有個地方有個樹誒，伊當個會開始長氣生根，然後伊接到體內呢，有很多變成支柱根，或者支柱根。我唔會看到一個特殊的現象你去看垂龍骨白龍也氣生根變成支柱根的時間，唔會看到嗰度特殊的用神，唔會有個錯覺，我感覺講有個地方有按多特殊的，其實都一特殊的。像一條樹嘅，比如開分身術用嘅，一期，我有迷宮功用，然後也都會變成很多人都一樹成林啦。好，除了白龍有個樹種之外，還有一種雀龍有個樹嘅也會掉一個好色果實。果實咧呢，比如講一個果實跌咧，迄個跌咧安尼茄冬的安尼樹嘅當個。它吃掉都會對茄冬的樹長長出來，也氣生根會有個產熱現象。所以我會對肯定天氣期地方嗰度地方我看到個兩條樹會長嘅共下，雀龍跟茄冬長在一起，然後我會看到安尼雀龍的樹也個根保嫩。對，那種現象很特別，你會看到兩棵樹長在一起，抱在一起。不過唐風咧，安尼基本佢纏斷嘅，對於被纏住的樹嘅啦，也係吃不嚟講，佢會有乜嘅影響嗎？一開始嘅時節，看起來冇乜嘅影響，用啥個用生活的，我都是互利共生的感覺。不過其實長遠來看的話，你最後被纏那個樹誒，還是因果嘅事。哇，安尼唐風咧係恐怖情人，恐怖情人，對，然後哥哥弟那種殘熱現象。不過因為佢係自然的一種現象啊，吼，嗰種人又唔會貼喺講，基本佢纏到能去移除佢，唔會啦。唔會，哦，安尼生下來呢，其實行呢天氣條到嗰個地勢係安尼，然後剛才到嗰邊行到最高，又下去到珊瑚礁地形，下去到地背嘅，踩來呢還有乜嘅啊？從呢啲地背。天氣最主要都高位珊瑚礁的體型，還有看嗰條龍屬植物的一個生態，有個就是環境跟鬧個貼片，然後嗰度知名的電影嘛有去翕過啦，像最近個有名嘅斯卡羅，斯卡羅嘛有嚟安尼肯定拍片嘅，個天氣看起來呢，其實安尼還有第三期，不過第三期也還在高位珊瑚礁自然保留區。目前冇開放，冇開放。地背林試所恆春研究中心咯，喺我哋去愛神槍，然後神槍我主要就是愛學術研究啦，他們還是在主軸在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地背與最近肯定有個特別的問題，梅花鹿有個問題，與富裕有成，有個可能一個好事情啦，基本上會滅絕，然後富裕有成，富裕有成。問題是造成講有個梅花鹿伊會去食嫩葉，還有小苗，個是咧地背植物是咧木呢，伊會去啃樹尾的樹皮，像地背有咧皮筍木的樹皮伊就幾好食，馬地嘛樹尾樹皮嘅講比是咧環狀剝皮，有個樹尾會死嘅，所以講第三區佢目前。林試所也除了做樹木的研究，還有做底背還有看一些怎麼樣防治梅花鹿的一些圍籬設施，比如說電圍網有啲東西，所以講目前還冇開放。不過阿伯，我哋除肯定咧遊樂區嘅範圍，條都唔少嘅，我哋睇下高了，應該高一年都喇叭嘅吧？肯定迄個我聊半夜都行第一區。第一區大概2到3個小時就走完。如果你要玩一天的，你就可以第一期跟第二期去，安尼撈一圈，下來差不多5到6點鐘，一年都喇叭嘅。哎呦，一撈一圈，第一期、第二期5到6點鐘哦。慢慢的行嘅法啦，行過家其實嘛1、2點鐘都行嘅。
2-3點鐘嘛都行起來。係啊，走馬看花都輕腳啊，咁啊，不過真是好好認識你哋地位，你哋有出嗰種折頁嘛，導覽嘅手冊咁樣，可以拿誒，我天天嚟看這個行業做得幾好嘛，行到天一期嘅，都先將佢哋網美打開景點咁嘛，地位先都可以去嘅。除了睇延期入邊地位啊，第一講困難，雖然講佢個甜食啦吼，一年四季都種春天咁樣，不過佢還係有某種嘅偏發嘛。某種嘅季節啊，可以較了嘛嘅啊。所以講，比如講春夏秋冬來分吼，肯定一個地方，都冬暖夏熱嘛，一個熱帶季風林。除了來肯定了之外，比如講春夏來講好了，來肯定了，都可以看幾多生態。比如講春天的時節3-4月，來安尼肯定了，都可以看到幾多安尼咧蝴蝶。地杯用入嘅，地杯肯定地杯用入嘅吼，3-4年的時間慢慢，比如說有黃裳鳳蝶，還有大白斑蝶，還有那個玉帶鳳蝶，那一條蝴蝶哈，你會覺得很漂亮。好，然後當然春夏都來看動物生態啦，哈，因為動物春夏就是繁衍季節嘛，數量幾多，然後所以講來肯定除了了一個地方，春夏嘛可以去。附近呢，比如講後壁湖啊，還有白沙灘啊，白沙灣，還有或者說你可以到墾丁海參館啊，對，或者說你可以到那個一些附近的景點，對，貓鼻頭啊、鵝鑾鼻啊，這些點你可以走一下。然後到了秋天來這邊就是重頭戲了，因為就是9月。九月開始會有的赤腹鷹過境，然後那個數量很壯觀。你可以欣賞的地點，比如說墾丁的觀海樓，我們森林遊樂區的觀海樓，金毛兔去滿洲，或者說廊橋，一個恆春半島的地點都可以賞櫻。赤腹鷹打頭陣，然後接下來10月就會有一個灰面鵟鷹，係啊，不過就算才有對各種地方都可以看亞旗鷹。老鷹飛起來的樣子，它就像一個螺旋狀這樣子，有點很壯觀。係啊，還記得以前真是我有去過了，看到個妖婆一大層誒，對燕安尼比過了，一大層都從你的柱子用的，然後就盤旋，就像龍捲風一樣，哇，真壯觀呢，很壯觀。對，所以10月呢就有一個重要的這個賞櫻季節，然後順便。還有哪裡可以玩？除了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之外，你車子到的時候，你往右轉，你都可以去社頂自然公園。社頂自然公園它的環境跟墾丁不一樣，墾丁是熱帶季風林環境，那個造型。然後社頂自然公園它是屬於這種類似大草原路線，所以大草原路線你會發現，很漂亮這樣子。然後最近也順便。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以馬有對去做15件的一些動物的造型的裝置藝術，它利用一些銀合歡啊，一些樹木的一些木材啊，還有一些海廢的東西，所謂的海廢都講漂安尼啦，塑膠那個瓶，記得廢棄物也重新作為咧。裝置藝術再利用本意變做一個藝術品啊！社頂自然公園嘛，幾好了。啊，我喺講，如果好安布特出來了呢，嘛可以像我頭先講，一開始在講可以結合社頂部落，安排夜觀，晚上安布特可以入到人哋墾丁遊樂區看安布特嘅生態。安布特係安布特嘅生態。我像我頭先講梅花鹿梅花鹿就算頭聊的時間，看唔到，真是看冇嘛到。下擺就看到1-2隻安尼。到安布特去看的時間燈光一照，我發現人族都滿滿，一類人族一開始看到我講，佢難度，後來看到佢神奇啊！係啊，請等一下，大家安排啲時間嚟去嘅老聊。好，重開啦，係啊，哇，觀眾朋友，喺媒體咪談到精彩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嘅小嘅呢，談到一篇應該將各方嚟形容吧，馬上都想講，
前一段时间掉落去看一下老了一下，某一天啊，可以帮人发现到更加无穷的自然风景啊，也是讲属于自己的秘境，错冇？系啊，大家今日再一次感谢人的阿斌，哇，带来安精彩的小家吼，再一次感谢你哦。好，今日嘛，佮感谢主持人吼，本来有一个机会来讲一个垦丁森林游乐区，好，啊我嘛感谢各位观众吼。今日吼来看安尼一个节目，吼啊未来肯定各家森林游乐区会慢慢的建好，啊各种设施都翻修，啊所以讲希望大家可以来肯定各家森林游乐区一个地方来聊，因为伫各种生态可以做环境教育嘛，可以做人类绝对唔会感觉绝对值回票价啦。